像国宴的珍珠竹笋包，外皮晶莹剔透，剪开还如含羞草慢慢闭合。热热的吃有 Q 劲弹性，冷了吃还有 Q 脆的口感。你用西谷米下去，它吃起来是Q 脆啊，口感非常好。罗美兰花了1年多重复试验，才研究出再来米米浆加西谷米会比太白粉、糯米粉等口感要好。内馅则用在地坛子的麻竹笋、猪腿肉、香菇，还有客家最重要的油葱酥，顿时把所有香气提调出来。做包子比真材实料，调味手艺则靠经验值累积。包水饺啦，啊，煮蚵仔米线、炒米粉，所有的小吃都做过。而且不是做一种，我每天就2种、3种，摩托车载着去，20分钟全部卖光光。自制小吃到加工区贩卖，那是一段被债追着跑的辛苦日子，也成了开班辅导妇女就业的活教材。因为丈夫经商失败，负债上千万，罗美兰身兼3份工作，当清洁工，在工厂工作，再凭厨艺赚外快。之前那个我们欠他钱的他每天都来，他说啊，你几杯档期钱我啦，我说我们会还啦。然后他知道我这样子情形这样工作他说好啦，你们有钱再还这样。用拼命3郎的态度积极面对难关，终于有回报。入选国宴料理，很多餐厅外汇跟他订购，一天出货上万颗，创造年营业额1000万的传奇。罗美兰也把版图从小吃拓展成餐厅。他昨天才来吃的，真的哦，谢谢。民俗张有顶不应的省节，民俗张有顶不一个省节，不认输才有今天的成绩，才有今日的我。不认输，相信自己的勤奋可以改变生活。罗美兰成功的摆脱了负债，同时还以国宴小吃成功闯出一片天。民俗张有顶不一个省节，民俗张有顶不一个省节。